我听我的上帝。哈利路亚，主的最棒。哈利路亚，主安慰我。哈利路亚，我心安然主宰。我要大声吟诗感谢，感谢我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最棒。哈利路亚，主安慰我。哈利路亚，我心安然主宰。我要大声吟诗感谢，感谢我的。我要大声吟诗感谢。我要大声吟诗感谢，感谢我的主。好，咱来安静咱的心，进入礼拜。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阿罗耶和华。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187首。圣诗第187首，伫圣经内面有3行诗。伫圣经内面有3行诗：重要信息、活命真理，着有信心，毋忘仁爱。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圣诗第187首，请起立引转首。伫圣经内面有3行诗，重要信息，活命真理，
着有信心，毋忘仁爱，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伊圣经内面有三项事，重要信息，活命真理，着有信心，毋忘仁爱，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请坐。这是咱用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主祷文第周报的第7页，现着咱做伙来读。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下，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8篇，伫信息的后壁，启应文第48篇，也就是以赛亚书53章。现着咱做伙来启应，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日抹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毋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枪插；伊担当成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想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想鞭拍，想苦楚。伊画长火烧，看到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画看见光。我伊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一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着的份业。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启文读到遮，
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07首。圣诗第307首，当信心伫我的心，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的大鼻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的大鼻王。我要学老主，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的大鼻王。我要学老主，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的大鼻王。圣诗第307首，请起立吟全首。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鼻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鼻王。我要学老主，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鼻王。我要学老主，我要学老主，亲像早时大鼻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鼻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鼻王。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鼻王。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大鼻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鼻王。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鼻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鼻王。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鼻王。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主啊，阮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互阮会当三甲伫圣殿聚集，唱歌学乐你，听你的话语，亲近你。阮满心感谢你，主啊，求你保守阮的身躯，虽然疫情搁咧传染。求你悠远看顾，互阮心中充满平安。也求主看顾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互因有气力对抗病痛，互身体得到好的医治。主啊，求你看顾少年团契甲囡仔团契的营队，互因领受上帝满满的疼，互因伫营队的中间，将满满的疼分享出去。也求主保守因的脚步，互因一切平安顺利。主啊，阮也将9月25号的野外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互筹备顺利。阮也来透过安尼的来追求神灵美好的脚业，互阮会当继续有热心来追求你、亲近你，将你的福音传出去。这是阮的使命。主啊，阮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互阮得到医治，互阮软弱的时阵得到勇敢，得到坚强的信心，互阮毋惊任何的困难。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对头到尾会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
即是咱做伙来看圣经《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路加福音书》13章第10节到17节，伫新约的部分第86页，《路加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现着我来读第10节。安息日，耶稣伫一个会堂底教示人。拄等有一个妇人人患着邪神，得病18年久，稳久拢袂春得。耶稣看见，就叫伊讲：“妇人人啊，当你脱离你的病啦！”就用双手甲伊hand，伊即时春得，就归荣光上帝。管会堂会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病，就受气，对众人应讲：“有6日应该着做工。”迄6日间通来受医，安息日毋通。若是主应伊讲，过好诶人啊，伫安息日，恁减无逐人对组里偷伊诶牛，还是驴，牵去食水嘛？即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诶后裔，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减毋应该伫安息诶日偷伊诶干嘛？耶稣讲安尼。才会对敌拢见笑，众人因为伊所行一切阳光的事，拢总欢喜。圣经读到遮，圣家对要显的诗是诗篇23篇。
讲道，科牧师今仔讲道的题目是捆绑。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愿献上感谢。你的听痛，你的看顾，你的保护，拢永远甲阮伫地。阮即时自责伫你的面前，阮恳求圣神甲阮同在，帮助阮对你的话语中，互阮的生命得到快乐，互阮徛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顶面。阮知，阮甲你做伙，你要引出阮头前的路站。阮恳求你，即时互阮会当晓悟你所教示的一切，帮助阮来明白你。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天气足炎热，所以呢，咱拢甲望讲，安那拢无雨水。我想特别伫咱中间有人内底有咧种田、咧农作的呢，拢会想讲，要安怎无水啊？我会食所栽种的物件，急要孤单去。对咱咧生活的人，嘛真咧开始烦恼一项代志，就是，敢会阁欠水啊？那呢，要安怎呢？其实伫即段期间内面，咱上困扰的可能是即个疫情，互咱真困扰。即几工，咱的玛纳团契甲少年团契去到巴林教会做福音队，伊嘛真惊，真惊讲咱去到迄个所在，咱会将即个病毒搁带入去。所以呢，咱咧出发进前拢会检查，拢会快筛。去到当地遐个囡仔，因对部落，迄个部落是真大个部落，为接来时阵，医院或者囡仔一个快筛。其实伫即马医疗真进步的即个时代，咱看到即个疫情，咱即个疫苗也是检查真紧，就开始操作方法，互咱会当来对抗即个病毒。伫咱现在咱的生活中，毋若是病毒尔。还佫有足侪病，其实拢会当透过医疗的方式，互咱人的身体得到医治，互咱人因为安尼无受到病毒的攻击，咱的生命会当保存。所以，真侪医学的遮专家呢，就咧不停的咧研究，要安怎互咱人的生命会当得到健康，互咱会当安怎来免除着遮个病痛的威胁伫咱的身躯顶？不过，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咱犹原伫即个病毒、病痛、细菌的中间，咱伫即个环境内面咧生活，咱敢若无法度脱离即种的威胁。所以，病痛的问题，其实伫每一个世代拢咧甲咱困扰着。无论安怎，咱拢要去了解。所以，侪科学家因拢咧研究，讲人为什么会有遮个病痛？遮个病痛是怎样产生的呢？所以，咱就讲啊，咱爱预防，咱爱食好、困好，咱爱做什么代志，咱才袂得到即款的病痛。当咱身躯若病痛的时阵，咱会安怎去处理呢？对圣经内面来看，伫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耶稣的即个时代，因对有病痛的人，也是讲身体有欠配的人，有变衰的人，伫当时的人拢会认为，患着遮个病痛的人，拢是因为犯罪，也是讲因得罪上帝，所以因的厝边、因的亲朋好友。也其实社会，拢会对因有一款无共款的眼光在看因。虽然咱若对旧约内面，咱会当看到遐有真侪条例规定咧教示因，总是因对遮个病痛无了解，所以因人的心内就产生一寡惊吓，然后排斥因。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毋那是一位妇人人，伊破病的问题尔，抑佫有伊伫灵内面的状况。
而且佫牵涉到遮律法的规定。所以咱若对今仔即段经文内面要看的是，耶稣毋但是要讨放即个妇人人的破病，要互伊的灵内面受到捆绑，得到自由。也佫有一个要是，或者跟对耶稣的人，就是一在迄个会堂内面的人，会当见证即项事。要见证的是耶稣伫安息日医治即个妇人人。所以即个疑问是：安息日敢会当进行遮医疗的行为吗？当咱咧礼拜，咱礼拜时，咱看者吼，咱周围有真侪诊所，也是讲病院，因拢暂停休困，敢是为着安息日吗？虽然讲吼，礼拜时阵吼，上好毋通破病。啊，若破病真正无法度吼，只要去倒位病院的急诊，哦，所以咱想者，病院诊所敢是为着安息日咧休困呢？伫创世纪，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了天顶的万物甲海中一切生物、动物、植物。上会创造咱人，而且呢，互所有上帝所创造的呢，有次序咧运作。上帝创造这所有的一切了后，用6天的时间。所以伫第7天的时阵，上帝因为完成了伊的创造的工作，就休困无做事。上帝就祝福伫第7天。定做圣的日子，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天，因为6天工作，第7天休困。这个就是伫创世纪内面上帝所定着落来的一个安息日。伫摩西的时代，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伫旷野内面。摩西召出因，共组织落来，共因讲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照你爱恁照咧行，就是讲恁6天爱做工，第7天正做神圣的日子，就耶和华上帝守安息日。那恁若伫即天内面咧做工的，上帝会生气，恁会互处死。所以犹太人就照着上帝伫创世纪所做，以及透过摩西所吩咐的，正做犹太人因谨守的一个律日。但是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耶稣伫一个安息日内面来到一个会堂，用圣经咧教示人。这个妇人人是伫群众内面的一个人。耶稣看到伊，耶稣一看到伊，就知影讲，伊有即个邪神附身，已经破病18年啊。对伊的外表来看，伊身躯弯翘，无法度徛直。咱咧讲就是翘躯无法度徛了真好。咱用想的，伊的身体状况造成伊肉体顶面真大的痛苦。伊的身体造成伊生活中极大的不便，然后呢，伊甲人的关系嘛受到影响。大部分人无愿意接近伊，无愿意甲伊讲话，无愿意成做伊的朋友。所以耶稣看到伊，耶稣就看出即个妇人人伫伊的身躯顶，以及伫伊的心灵顶面受到真严重的伤害甲影响伫地。边仔的人无法度了解伊的痛苦，边仔的人毋知伊内底的艰苦，毋知伊失去欲望的即个感受。但是耶稣一看到伊，耶稣就知影，伊当咧忍受着即个痛苦是身躯顶的。耶稣知影，伊咧忍受的是即个内心的即个艰苦。耶稣知影，伊互邪神所控制，所以耶稣叫伊过来，用手按伫伊的身躯顶，
对伊讲：妇人人，你的病离开你啦，你的病离开你啦。耶稣讲的是你的病离开你，耶稣毋是讲你的病已经好啊呢。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着原本伫妇人人身躯顶的这个邪神，已经离开了妇人人。18年来的弯翘的身躯，随徛直起来。这个妇人人就大声讹了上帝，将荣耀归予上帝。伊为什么要荣耀？因为伊知影，用迄个传统内面人对于即款的身躯体受到即个弯翘的因素，人认为伊是犯罪，伊是得罪上帝。所以伊讹了上帝是，伊认为讲伊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啦。咱若对福音书，咱若咧看时阵，其中记载了耶稣医治侪侪人。伫伊医治遮侪医治的新例的内面，真大的部分是因为对方的信心，所以耶稣实行医治的权能。有时是对方要求的，对方哀求的，耶稣就实行这个医治。不过，咱若对今仔日经文看到，这个妇人人毋是这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看到伊，耶稣看到这位妇人人伊的处境，耶稣的心就怜悯，主动出手来解决这个妇人人的困境。妇人人嘛，因为安尼得到耶稣的医治。当咱伫即个世代，伫咱的生活中，我毋知当咱看到也是听到有人因为破病得到医治的时阵，因为得到医治身体恢复健康的时阵，咱拢会什么款的感受？我想咱拢会真欢喜，哇！感谢上帝，伊得到医治啊！但是伫今仔经文内面，耶稣医治妇人人，伫会堂内面的即个主管，却毋是真欢喜。即个主管伊的反应是真受气，因为伊知影所有旧约内面的规定，伊知影爱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所以即个主管就对在场的人讲，咱有6天的时间咧工作。爱医治人应该伫即个6天的内面来做医治的工作，毋是伫安息日来做即项事的。即个管会堂的主管遮尔受气，是因为伊知影安息日的规定。我想咱在座可能拢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记我迄阵抑阁细汉咧做学生的时阵，咱一礼拜爱上几工的课。6天啊，真正讲是5天半啦。我是上5天半，拜六爱上半天，拜一甲拜五上课。但是呢，咱讲即摆的学生高三还是国三的拜六爱去上课无？足侪拢爱因为准备要考试爱上就变1天，毋是半天哦。礼拜有时佫无一定会当休困，可能有一寡活动啥，佫爱去学校。所以看起来，这个学生伊无安休日，伊无法度休困，伊伫当时才当休困，考试了，暑假才当完全休困。安休日到底是怎样，互咱人会当休困的？上帝伫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后，将伊对迄个最努力的即个所在。将因的生活的习惯，要甲改变，转化做上帝敬礼、上帝子民的一个生活，要带因转化这个真最努力的这个习惯，改变真最伫上帝敬礼的这个身份的时，上帝透过颁布这个律法条例，要来带以色列百姓转来到上帝面前。这条例、这规定，
是要通过即种的方式，互以色列百姓真实来活出上帝子民的这样式。所以咱若安尼咧看时阵，律法的目的，就是讲条例的精神，毋是要处罚人，是要照着遮的规范来形塑出以色列人伫生活中应该有上帝敬礼的即个范式伫咧。伫旧约即个背景的内面，一直到耶稣时代的背景，已经无啥共样。所以咱若伫经文内面，咱若对耶稣所讲的讲，伊来，伊毋是要废除遮所有的律法，伊来是要来实践遮律法的精神。咱过去咱的生活的或迄个方式，咱做学生，一天上课6天，一礼拜上课6天。到即马已经转变啦，咱过去上班嘛是一礼拜爱6天，即马嘛改变啦。过去用乌帮咧上课，即马呢，学生拢是用电子，交报告呢，拢伫暗时11:59送出去，就算交报告啊，拢无共款啊。咱要安怎伫遮所有过去所定落来遮律例、条例内面？活出咱的信仰，活出上帝的心意咧。当耶稣和这个会堂的主管来指责的时阵，耶稣直接回答伊：耶稣讲，你对经文的解说有错误、有偏差。耶稣对主管来讲，你是一个假好的人，假冒为善的人。那亲像你咧遵守着上帝的诫命，但毋过你想看觅，恁伫安息日的时阵，恁敢无偷开伫迄个水槽边仔遐的鱼、羊去啉水吗？牵着精星去啉水，嘛是一种工作。伫安息日内面袂当做。不过咱知。咱若一天无互遮个精星啉水，因就无法度活落来。所以犹太人为着精星，因会爱活落来，有缘会带因去啉水。那呢，因就违背了伫安息日袂当做工的诫命。所以耶稣讲，阮会堂的这主管，你是一个假好的人啊！你有无共款的标准？精星。带伊去啉水，即个工作就会使。那呢，我今仔日医治人就袂当。所以耶稣咧教示的，毋那是即个主管，是咧甲所有会堂人内底的人讲。耶稣的意思是对上帝角度来看，即个妇人人的性命比遮的精星搁较宝贵。伫即个真神圣的主日安息日的内面。透开伊身躯顶所互即个邪神限制，来医治伊身躯顶的病痛，以及伊伫心灵内面的创伤，脱去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咱应该爱去做的代志。但是这位主管，咱看到伊经受着律法。咱无讲伊毋对，真好。伊真尽职咧实行上帝交托伫伊先祖所留落来诫命，但毋过伊却忽略了上帝定了遮规定的意义。即个主管伊敢若看到条例顶面即个文字的意思尔，伊无去真正去领受着上帝的心意，伊就互遮个规矩所捆绑。对会堂的主管来看，伊看即个妇人人是一个受着病痛、身躯弯翘18年的妇人人尔。伊看即个妇人人是一个真平凡、生活伫社会阶层的内面。总是耶稣咧看是无共款，耶稣看是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是上帝所疼的子民，伊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无论是伫身体
心内、灵内面，伊拢伫上帝看顾、保护内面。所以，即个妇人人应该伫即个时阵，互伊对即个捆绑中得到逃放，互即个妇人人嘛，甲其他的人共款，会当互相关心，会当做一个好朋友。这段日子，伫即2-3年来，咱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咱嘛改变了咱的生活的方式。我想，咱甲人中间的即个关系，嘛只有点仔改变。即个改变，是因为病毒，互咱受到捆绑的一个原因。即个病毒真做阻碍咱人甲人中间的互动。所以，咱对信仰内面来反省的时阵，疫情敢若对咱做出真侪的挑战。过去伫疫情进前，咱的生活的方式，伫传统内面，咱爱安怎做，咱就去做。总是因为疫情受到捆绑了后，咱爱去思考，咱爱去想，咱将来要安怎来面对一个新的信仰的形态？咱要安怎来对应呢？我感谢上帝，咱教会兄弟姊妹，咱拢真爱咱彼此中间真正面对面去看到。伫顶礼拜，台北中会东区的聚会内面，听到最近教会的牧者咧分享着，疫情了后，因真侪人真惊吓，毋敢来教会，一直到即仔。受到即个病毒的影响，因拢毋敢来。聚会人数减了一半以上。所以我听到因咧分享的时阵，我为着咱众兄弟姊妹，咱有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我献上感谢。咱毋是惊病毒甲咱捆绑，咱惊的是上帝听无伫咱的中间，咱惊的是咱对上帝无信心。所以，当咱咧思考未来会要产生的变化进程，咱来搁一摆转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去思考的是上帝的心意是甚物？咱来去检查看咱的信仰的意义是甚物？世间的事真变化，是互咱人无法度去预先知影。伫即个变甲不变的中间，上帝是永远袂改变的。对过去、现今到未来，我想上帝的心意是要互咱对罪的内面得到逃放。上帝的心意是要互咱无受到任何的捆绑，互咱会当活出伊的恩典。任何的捆绑无法度限制咱。这位妇人人，伊的身体弯翘无法度徛直，伊受到限制，受到捆绑。这位妇人人，伊的心内真艰苦，伊无法度甲人有一个好的关系，伊的人际顶面受到限制。这个妇人人，伊的灵内面受到邪神所控制，伊无法度脱离。那呢？耶稣伫安息日内面所做的是，互受掠得到逃放，互受欺压的得到自由。耶稣虽然看起来是惊一个心掠，总是耶稣互这个妇人人得到完全的医治，伫伊的身体、伫伊的心内、伫伊的灵内面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上帝疼咱每一个人，上帝疼是要互咱人得到自由，互咱的信仰，咱是袂去惊吓的。咱毋是要去受到这律法条例所限制，咱毋是要因为安尼就真惊吓、真担心。我咧想，界面是要帮助咱每一个人，咱会当真专注伫上帝。正做上帝子民，咱专注伫即项顶面，然后咱会当见证上帝的疼。各位兄弟姊妹，
咱是咧看重人所定的遮个律法规定，对人的角度来看别人的价值，咱是看重伫上帝的律法条例所形成的即个传统制度，诚做评判别人的即个根据。也是咱爱去思考的是，上帝为什么要定遮个诫命条例呢？上帝真正的意思是甚物？咱人爱遵守的是上帝的旨意，也是遮白纸黑字的文字呢？上帝要互咱知，上帝将咱每一个人放伫律法的头前。咱人是因为律法，咱知影遮个是非对甲毋对，所以咱人毋是互律法所控制住的。因为咱人才是真主要，律法是协助的。所以当咱咧面对代志的时阵，咱会先去看清楚一个概念是上帝是以咱人为主的一个概念。咱定下咧讲情理法，法理情，看起来敢若以掠法最上主要，然后讲理上尾讲情，总是伫咱的社会氛围内面，咱会颠倒即个次序。实际上，无论是倒一个次序，人才是上重要，是甲咱人每一个有关系，互咱对即个罪中间得到真正的讨报。耶稣伫会堂的内面，透过即个妇人人，伊重新去讲一解咱人所认知的即个律法，要互受苦的妇人人得到真正自由甲讨报，互即个妇人人有上帝子民的即个恩典。所以会堂的主管对耶稣所讲的，感觉真见识。这表示着会堂的主管，伊嘛对即个捆绑的中间得到讨报。所以咱看到即项代志，伫会堂内面的证人嘛听到嘛看到耶稣所做这一切奇妙的事。因心中充满欢喜，因为证人也得到讨报。伫现今，咱看到耶稣所做这项代志，虽然咱无在场，总是因为咱每一个人的心，咱无受到捆绑限制，咱拢已经得到讨报了。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找你的独生囝主耶稣来到阮的中间，互阮会当认捌伊、倚靠伊、信靠伊，专心来跟对伊。亲爱的上帝，愿你帮助阮，无阁受到伫即个世间一切的限制。互阮真正伫你的内面得到一个自由，这个完全的自由，互阮的生命会当来见证你的天。王主帮助阮，当阮即马陷落伫遮捆绑中间的兄弟，恳求你继续甲因同在，继续帮助因，互因看到上帝你同在。医治的这个信仰，感谢你带领阮，互阮行出一个见证的人生。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是咱做伙来用信息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前。仁爱若应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疼痛的声音，会解我心忧闷。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施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前。仁爱若应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信息第140首，野手请起立用全手。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行前。仁爱若应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疼痛的声音，会解我心忧闷。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施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行前。仁爱若应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耶稣的手扶持我，阮当拢无烦恼。世间要下袂甜半，做袂害我跋倒。忧闷袂做我使摇伊行行拢煞。是连落目屎，拢袂互我摇拽。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行前。仁爱若应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主是我心所欢喜，伊是惜我罪过，常常坚固心可以，亲像万世石盘。我着吞沦踮世间，天口暗过去。阳光就欢喜无限，得主只拉上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行前。仁爱若应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请坐。这是咱备办先来奉献。
请坐。报告，伫报告的内身，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第2页，咱做伙来读2解，请。已经得到头棒脱离罪，就做伊的奴仆。罗马书6章18节。已经得到头棒脱离罪，就做伊的奴仆。罗马书6章18节。后周的圣工分担，领唱是苏坤龙长老，司礼是潘美燕长老，司琴是赖韵如执事，献诗是社青甲玛拉团契，司献是张景伦执事，周炳雄执事，招待是张景伦执事，陈天宇兄弟，音控是李尔博执事，张建传弟兄。8月的1月长老是潘美燕长老。拜3的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赵一乐长老，聚会内容是单一历史第3章。后礼拜的主日礼拜，主理是方金忠牧师。经文题目、信息甲课文，咱会拢伫周报面顶，咱会当家己登记来。先转去看，咱先到周报的第6页，教界消息报告。第一，7月到12月礼拜定时，将平安礼变更为电乐。礼拜了后，请兄弟请安静伫家己的座位面顶默祷，等弹琴结束了后，才互相请安。离开。第二，后主日8月28号，要邀请总会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宣教中心的黄金忠牧师来正道。第三，2022年野外礼拜要定伫9月25号举行野外礼拜，顺军的女，体验第1代信徒的脚热。礼拜了后，咱还未报名的，会当到1来柜台报名；若是还未交钱的，会当黄文宏长老甲徐佳印执事来交钱吼。8月24号报名截止。第四，少年团契生活营，8月22号到8月23号生活营，伫巴林长老教会举办，请兄弟姊妹为着因代祷，求主看顾因营会的期间出入平安，同工甲学员伫信仰面顶的成长。第五，拜3查经祈祷会聚会内容改为要按书卷10章来查吼。8月是单一历史，请兄弟姊妹会当备办心来参加。第六，台北中会举办净滩活动，日期是9月24号，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地点是伫开元街甲木星路口集合，地点是三芝的海边，费用是一个人200块，家己爱穿帽仔、甲防晒品、甲运动鞋、水甲雨具。较轻松的衫吼，报名截止的日子是8月21号，就是今仔日。会当去1楼干事来登记甲纳钱。第七，圣诞节、感恩节的筹备小组开会通知，后主日1点伫目沙馆召开2022年第4届筹备会议，请组员参加。第8，财务报告，伫周报的第9页有1月到7月的教会收支的一寡内容。要特别报告的是，正边这边1月到7月的牧师馆的基金的收支。
到即马8月底，即马百分比搁咧27%左右尔，所以咱即马图书馆贷款的进度有淡薄仔落后吼，所以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图书馆的贷款来代祷，继续奉献，求主来看顾即项代志。搁有一个补充报告，后礼拜是主日学的升学礼拜，所以因会有定伫11点伫咱中庭耍水，所以可能会淡薄影响咱第2堂华语礼拜的定时，但是来恳求兄弟姊妹为着来包容为着因为国小升高中的即个过程。求主嘛继续保守因的脚步，不管伫信仰面顶，还是伫生活中，会当继续来敲吹主的福音，互因会当平安大汉，有耶稣的智慧甲身量。继续为着身体欠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教个消息，咱会当家己来看。好，这边补充更正一项事，就是第4点少年团契生活营，因为场所甲距离的原因，所以因要改为伫新竹圣经学院来举办因的生活营吼。所以咱继续为着少年团契因来代祷啦吼。因的临时的改变，真正是因为场地甲距离的原因吼。咱继续为因代祷，互因伫明仔载后日。因的生活营会当有真好的即个信仰顶面的即个学习甲帮助吼。拄仔报告补充的报告，迄个主日学吼，因为后礼拜吼要耍水啦，咱知影吼，囡仔吼暑假吼若无互因耍水，敢若欠一项啊吼。所以呢，因主日学要办即个升级的礼拜吼，礼拜了后就要互因耍水，所以因按算伫11点啦吼。你若欢迎咱各位兄弟吼。你若要看因耍了足欢喜的吼，咱徛较远一点仔看，莫互因喷着水啦。若无注意，若佫喷着无要紧，家己炸衫来换，吼。OK， 好，咱来看今即礼拜要为着2个家庭来代祷吼。第一个家庭是温霞姊妹伊的家庭啦吼。伊要代祷是，互伊每一天生活中拢充满着上帝恩典吼，因为安尼献上感谢。为着伊个阿嬷棍吼的骨刺吼，互伊真正即个无爽快吼，求主医治吼。为着伊厝内底的人身体健康，为着因厝内底的人的工作，拢会学业拢会当真顺利吼，为因来祈祷。第二个家庭是金毛姐伊的家庭吼，伊要为着伊的大汉查某囝甲囝婿，以及住伫美国纽约的即个第2个查某囝囝婿甲伊的孙吼，互因伫无论伫台湾、伫美国，因的生活拢会当真顺利吼，工作嘛拢有上帝保守，互因身体健康。伊咧为着伊的囝吼，会当来信靠主耶稣吼，特别为伊来祈祷，互即个因的孙吼，遮个孙无论伫倒位吼，互因的工作学业拢会当顺利，要考医学院嘛会当真有上帝看顾。咱只是当心为着即2个家庭，咱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真做一体，彼此互相关心代祷。即个时刻，我们为着文霞姐伊的家庭来代祷，愿主看顾因的家庭，拢有上帝恩典的同在，互因厝内底每一位伫身体里面拢平安健康，互因的工作、学业拢一尽顺利。特别要为着文霞姐伊的身体的即个阿嬷棍的骨刺，影响着伊的生活，阮恳求上帝你亲身医治，除去了伊即个疼痛，除去了伊的无不舒服，帮助伊，互伊伫伊的生活中有上帝的同在。我要为着金毛姐来代祷，伊要为着伊的查某囝、囝婿甲孙。互因无论伫台湾、伫美国，互因的生活、工作、事业拢一尽顺利。每一个人身体拢健康。要特别为着伊的囝来恳求，
恳求上帝看顾伊，会当来信靠主耶稣，来认捌上帝。阮知上帝，你有你的时间，阮必切为伊来祈祷，看顾伊的孙的工作、学业以及学习一尽拢顺利。阮将这两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上。好，今仔日教有新来的，好，这是咱做伙来用所愿的信息，信息第388首。因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因转首。因更归心被上帝，因更心行信心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穷无尽。阿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主啊，信神的扶持甲帮助，甲恁正人之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会倒。彼此请安。